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小編維維。大家有冇聽過礦物質鎂呢？咁你知唔知鎂係乜嘢嚟㗎？你對鎂嘅認識有幾多呢？今集咧就由小編維維帶你哋去探索礦物質鎂。我想問問大家有時發覺咧小腿好緊啊，尤其是係做完運動之後啦，或者係忽然間抽筋啦，成日抽筋啦，咁有可能咧我哋身體缺乏鎂引起㗎，可以透過補充鎂咁去舒緩嗰個症狀㗎。其實咧鎂咧同鈣一樣咁重要嘅喎，咁佢參與我哋人體超過350種生物反應。咁係一個好重要嘅礦物質嚟嘅。首先講第一點就係鎂同埋鈣咧係互相協作嘅。咁鎂咧可以活化維他命 D， 促進鈣質吸收，維持和強化骨骼和牙齒。咁第二點咧就係補充鎂咧就可以減低腎結石嘅風險。咁第三點咧就係鎂咧就可以減輕頭痛啊、肌肉好緊啊、抽筋嘅症狀嘅。跟住其他嗰啲咧，鎂都可以放鬆咧平滑肌嘅喎，咁令到哮喘啊、經痛啊，就算心率啊都會好啲㗎。咁仲有喎，仲可以促進腸道喐動啦，等便便嗰度容易啲啦。咁而家輪到講咧，當我哋人體缺乏鎂嗰時會出現嘅症狀咯喎。咁初期嗰時咧，佢會眼皮條嚟個赤下咁啦，同埋頭先所講啦，就係小腿肌肉痙攣啊，嘅好容易抽筋啊，做完運動之後又好緊啊咁樣嘅。咁生理症狀咧，譬如情緒好低落啊，好容易嬲啊、焦慮啊、失眠嘅。而身體症狀咧，譬如因為鈣咧，好容易喺我哋人體嘅器官沉澱嘅，咁好多時有聽過可能鈣化點啊、血管鈣化啊、骨質疏鬆啊等等嘅喎。而我哋香港人作為一個現代化都市嘅咧，好多時我哋都係出街食飯㗎，咁變咗我哋咧係好普遍咁缺乏鎂嘅喎。其實咧喺香港街市或者超市咧都好容易買到咧含有高鎂嘅食物嘅喎，譬如例如深綠色嘅菜啦、堅果啦、全穀物啦、豆類啦、水果同埋黑朱古力同埋魚。如果大家想改善身體咧，咁就立刻行動啦，改善鎂嘅攝取，盡量咧食多啲含有豐富鎂嘅食物啦。可能大家同我講就係食唔到咁多啲類嘅食物，唔緊要嘅，我哋仲有一個方法，就係食營養補充品鎂啦。咁下一集咧，小編維維咧就邀請世貴德康養生團隊其中一個成員 Elsa 張，佢係一位係專業嘅營養顧問，咁會教我哋點樣去食補充營養鎂嚇，同埋有咩需要留意嘅。好，咁留待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